金蕉磅鸡卵糕。爱准备的食材有：鸡甜米粉120公克，无盐巴达100公克，卵色温3粒，糖粉105公克，金蕉2条，大概200公克。后起先使用雅素炉，微匀匀啊火，豆豆啊拉，等肉达扬起，有微微啊浮泡，就会用伫关火啊。嘛会当选择使用微波炉，在微波的时要注意时间，避免爆炸。接煞，加糖粉、加鸡甜米粉过胎备用。甲金蕉蒸做泥备用，金蕉若经过分的会较芳。过来，甲色温的卵卡伫碗仔内面，高速甲鸡卵拍发，因为规粒卵拍发的时间要较久一些啊，所以甲卵卡好了后，会当伫碗仔的外口浸温水，互卵变温的，才开始拍发。也是哪拍发的时阵哪浸。安尼就会较紧淡薄啊，不过要注意水的温度，袂当伤烧哦。加入糖粉继续拍发。若甲面糊扭起来看，面糊会当顺顺啊流落来，有胶痕停留，袂随消失去。而且色水看起来金骨啊金骨，安尼就会用得。刷落来加入金蕉泥，甲用软口时甲鸡卵液甲金蕉拉好嚼。了后。甲已经扬起的无盐巴达分2解，轻轻啊拉入去鸡卵糕内面。嘛，甲鸡甜米粉分3解加入去，同款轻轻啊拉好嚼。每一解拢爱较认鸡甜米粉有含面糊融合了后，才会当继续加入去。等待面糊内面的食材拢拉好嚼，就会使将面糊倒入去6寸的烘模内面。烘模爱记得抹有够量的油，减少面糊黏条的机会。最后，烘箱移烧到180度，把烘模放入去烘箱内面，烘45分钟。鸡卵糕伫烘箱内面会豆豆啊膨起来，真够水，表面的色水嘛会变甲较深。时间若够，用叉仔渡入去鸡卵糕的中心。叉仔摕出来时，若无黏面糊，就会当出炉啊。若是外皮已经臭火焦，内底雪叶未熟，
会使用铝箔纸包起来，再个继续烘。出炉了后，会当使用刀啊，也是其他的工具插入去烘模边啊，帮助咱甲鸡卵糕脱模。看到足好食，搁香公公的金蕉磅鸡卵糕就完成啊！